種牙好定係種牙橋好呢？今日潘姑娘帶你了解清楚。種牙咧，即係喺牙槽骨入邊打粒釘，咁再將牙冠似真牙一樣獨立，唔傷左右嘅鄰牙，防止牙槽骨萎縮。而牙橋咧係磨晒咗左右兩邊嘅牙齒做橋墩，中間咧掛住假牙補缺口，磨傷咗兩邊嘅鄰牙，長期落去咧牙齦會萎縮㗎。如果你驚手術冇咩時間，又想快速修復好甩牙嘅話咧，可以揀牙橋。如果你比較注重後期清潔保養，建議揀翻種植牙，因為牙橋嘅假牙底部係比較容易蝕嘢嘅，咁要特別擦乾淨假牙嘅底部，而且磨晒咗左右健康嘅牙齒都會好容易蛀牙。另外價格方面咧，如果你兩個都想做好啲嘅話咧，其實價格相差唔係好大嘅，因為牙橋咧可能用8到15年之後就會更換。種牙維護得當嘅話咧，咁係可以終生受用嘅。大家可以根據翻自身嘅情況嚟揀，但係從整體方面嚟講嘅話咧，肯定係種牙比牙橋好啲㗎。如果你有任何嘅牙齒嘅問題，都可以喺底下留言，我會逐一回覆你哋㗎。